我喺香港嚟到深圳啊，大概1年前呢隻眼咧睇嘢咧就好蒙，成日睇巴士啊嗰啲號數啊睇唔清楚，過馬路嗰啲樓級啊又唔清楚。咁啊睇下嗰啲 Facebook 啦，咁佢係一個專科嘅眼科醫院，而且咧價錢咧就比香港平好多，咁樣咯，就選擇下咯。劉院長嘅好細心幫我檢查，即係左眼啊、右眼啊，應該做乜嘢嘅晶片啊，即係更換啲咩晶片啊？因為我有散光啊嘛，佢就話要做埋嗰個散光嗰個先有幫助，即係做普通嗰啲咧就唔夠。即係覆診啦，1個星期手術都幾好啊，成功啊，效果好好啦，即係睇路咧，即係會放心啲咯，行路都有個自信心啊，即係我哋睇到嗰啲字都好清楚啦嘛，可能有8成9成啊咁樣樣。